OK，这刚开始有开始录影。啊，今仔日吼，咱真欢喜会当请到这个台中师范大学的这个何新汉教授来主持这个节目，又邀请两位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文学奖的得奖人来做因的分享。选来较顶下就请这个何教授来介绍因，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咱世界大文化论坛的宗旨咱宗旨就是真简单啦，就是讲咱要用台语来讲世间的各项代志就对啦所以是无一定爱讲语言、文学啥物物件，咱过去嘛有讲科技，嘛有讲财务各项拢有嘛讲现代舞，嘛讲艺术主要是要讲，互人安尼会当讲爱用台语，也是讲敢用台语伫公共的场合来发言啦无一定拢爱讲诚好，嘛无一定爱讲诚准咱就是安尼养成即个习惯伫公共场合咱会当好胆来讲台语。好，安尼无我就甲时间交互何教授。感谢梁光兄啦，梁光兄嘛是这个台湾文化论坛的创办人啦，足辛苦的，逐礼拜一摆，已经有几啊百集啊，咱想看卖讲这论坛是原尔无简单安尼啦，其实这个论坛咱也有一个。要有两位，就是要有三位共同创办人啦，就是梁光兄是主要创办人嘛，我甲过身的吴医师，陈雷吴医师，这个是，甲迄个张福珠医师啦，阮三位是共同创办人安尼，但是主要梁光兄出来上济，上辛苦，今日真欢喜来会当来主持这个论坛啦，这个论坛，咱今仔日个题目啦，是台语文学大大团，因为最近这一年外啦，就是有真侪先辈台语文学界的先辈不幸来过身啦，不幸像吴医师的离开就大家真正足唔甘的我想到伊在世时，逐礼拜嘛是拢会来参加咱这个论坛足辛苦的安尼吴医师啦另外林宗元先生嘛是迄当初1991年的时，甲台湾通信创立是同一年伊嘛伫台湾创立另外一个汉字诗刊汉字诗社，迄嘛是战后第一个写台语诗的，就是若是准讲吴医师啦陈雷先生，伊是台湾战后第一个写小说的，就是伊有3个人啦，拢同年发表啦3个上早写台语小说的作家之一。那安尼林宗元就是上早写台语诗的啦。你看上早写台语小说、上早写台语诗的过身啦，过来前一阵仔迄个写七字诗的龙年问渔夫，龙年问渔夫嘛过身咧，嘛过身有一寡前辈嘛已经算是退休啦，算是退休安尼像迄个向阳先生咧伊就伫3月时就是顶2个月伊卸任国艺会退休啦，就是国艺会董事长退休安尼就是所以等于讲咱战后第一批开始创作台语文学的世代啦，世代，即马整体来讲就是拢即马创作的继续要有法度创作的已经真少安尼当然啦，咱知影讲台语文学的意义伫倒位啦，台语文学的意义伫迄上早前迄个世代，咱来看上早前即个世代的写作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讲伊其实台语文学运动甲台语运动这是结合做伙的。迄当阵就是台语运动甲台语文学运动是无分的所以像陈良伟先生陈良伟教授伊就伫伊的迄个有一篇文章内底啦我印象真深，伫迄个台语诗选迄本册内底伊就讲到讲台语文学台语是安怎爱写落来啦，是安怎爱写作文学，伊有讲几点原因啦所以会通讲早前的台语文学其实写起来是要证明讲台语嘛会当写文学这是第一批啦，台语嘛会当写文学所以而且嘛会当写出无输华语的文学作品
就是迄个，所以迄个世代，咱现在讲是正道文学的世代啦，正道文学的世代，所以内容啦，嘛是用批判性为主，内容咱来看第一，像陈雷先生有好古堡，对吧？又有啥物，就是批判性足强的啦，林宗元先生有人讲你是一条汉字，哇，最后迄诗的最后是去死，哇，也是讲一句就罚一箍，就是迄当阵的迄个台语诗是批判性真强啦，真强，伊是甲台语运动结合做伙的安尼，所以迄个世代的风格是真强烈，你一看就知影是即个世代。结果有达成伊的目标无？有，咱的台语文学伫大家推崇，大家一直推崇，毋那是，就是讲甲华语文学平齐啦，就是你即摆你看迄个文学奖，有的文学奖是无分语别的有的文学奖是无分语别，大家做伙来竞争的但是台语的永远拢会超过华语安尼，所以表示讲咱即摆台语文学的程度大家安尼拼落已经甲华语文学无输啊啦，比起来无输，甚至佮赢，有的佮赢过安尼咱看迄个温玉桥小姐伊的日晖闪逝迄本诗集，第二册的时去成品。台湾的成品好册本成品就是所有的册子，因迄是生理机制，所以伊无咧甲你讲啥物，我要杀本土语言无，伊就是生理机制。结果是迄礼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迄礼拜你若入去成品册局内底你一入去上赢目的所在，就是迄本台语诗集。所以咱台语诗集咱台语文学其实伫即摆社会经过咱几代的拍拼已经强滚啦，已经强滚啦那阵1970年代、80年代1970年代、80年代迄是初开始创，安尼即摆已经是老热滚滚的世代啊啦但是新世代的台语文学啦，新世代台语文学到底伊的风貌是啥物物件、啥物款啦就是这个新世代，即摆少年世代要接班起来是安尼要接班起来，咱讲代代传代有新的意来接嘛新的意来接，那安尼上新的这代台语文学的样态啦样态伊的模样到底是生出啥款？少年人、少年作家关心啥物款的议题啥物款的议题？少年作家因写作的时到底咧想啥？因用的手路。甲迄个啥，甲因的成败有啥物无共咧？咱台语文学即摆行到啥物地步啊？所以今仔日特别请到2位本来要请3位教育部台语，教育部即摆其实已经足侪年教育部有一个台湾台语、台湾客语的文学奖啦，就是台语甲客语用台语甲客语写文学文学奖2年办一届，即摆是2年办一届，应该是逐档拢办啦今年上新。小腾腾打出版打公布会得奖人啦本地咱是请3位，一位得散文，一位得小说，一位得现代诗得现代诗，拄好3组啦。这3组拢有阮中教台真优秀的研究生、毕业生就是得奖啦得奖，所以今年3个奖项中教台台语系拢包啦毋是拢包啦，拢有人得奖啦本来请3位啦今日因为因3位拢真优秀其中一位迄个地开元老师啦伊就是今仔日雄讲接到学校的通知，讲爱带学生去参加语文竞赛语文竞赛，所以伊就时间上无拄好，甲因出发的时间强碰到，所以伊就无法度起来。连刚有机会再请伊分享安尼咱今仔日请到2位啦一位是迄个曾艺官老师啦，咱甲艺官老师嘛拍捧一个好无？曾艺官老师来艺官老师伊等下互伊家己绍介啦，伊是大树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啦，理事长做过理事长，我毋知，即摆应该毋是啦，但是就是嘛是大树乡高雄大树发展协会的即个重要的核心成员啦，核心成员伊就是有过
袂少文学奖啦，伊毋是初初写诶啦，吼，伊伫迄个一寡文学奖啊，吼，即摆其实拢已经有咧得奖啊，啊，伊诶文字真特别安尼吼，真特别，咱等下听伊来分享安尼，吼，啊，第二位啊，吼是王岩坡老师，吼，咱嘛甲王岩坡老师拍一个谱啊咧，岩坡，你若要讲话爱开麦克无听袂到你诶声。我知。王岩坡老师咧，吼，伊嘛是真优秀诶创作者安尼吼，而且吼文武全才，恁知影吼？伊头仔讲伊即摆伫倒位，即摆咧参加迄个运动会啦，啊，伊佫有咧拍迄个堆球，吼，迄个木球运动，木球啦，伊有咧拍迄个木球啦，木球吼，是咱台湾人发明诶运动。嘿，拍迄木球啦吼，就是足厉害啦！啊，伊嘛真积极，伊是阮母语联盟伫推广台语诶路人吼。王岩坡老师嘛是真积极吼诶成员，伊是阮母语联盟诶秘书长啦。吼，阮台北有一个母语联盟嘛，台湾母语联盟伫迄个国家语言法典法推广诶过程当中，台湾母语联盟是扮演相当诶角色啦。吼，啊，岩坡老师即马是母语联盟诶秘书长啦。吼，啊，母语联盟，我定下讲啊吼。一个组织啦吼，若是秘书长强吼，安尼啊吼，理事长就较严，就清严啊。这个团体嘛是共款芳会过哦，秘书长是最重要的任务啦。啊，岩坡啊，所以伊伫迄个若文武专才，是台语路啊吼，台语推广这条路嘛足用心的安尼。啊，伊今年啊吼得到这个教育部台湾台语文学奖学生组的。第2名啦，吼，第2名。迄学生组毋是高中生参加，迄是大学甲研究生参加，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所以是真正厉害的组别安尼吼。但是呢吼，第1名是啥？第1名是一位校长退休的，伊去读迄个啥？去读博士班。那呢啊，所以伊嘛来报学生组，所以若要讲真正较少年辈吼，其实岩坡是上好诶安尼吼。好啊，所以咱等下就请这2位老师啊吼，来分享因新世代诶创作心情安尼，就是讲因到底是啥物心情吼，要行入来台语文学这条路啊，因到底是用创作诶时，因诶想法是啥物？因对文学诶想法是啥物？哦，我想定会当互大家一寡。启发安尼啦，吼，对我启发，吼，好，安尼咱2位啥物人要开始咧？咱等下时间啦，吼，大概是一个人30分钟啦，吼，30分钟，啊，因为即摆已经15啊嘛，吼，咱就讲到11点15，啊，11點15到12點之間之後，大家論壇所有嘅觀眾，吼，大家咱自由發言，吼，討論嘅時間安尼，好吧？哦，好，安尼，老師，未關甲岩坡，你先來吼，好，安尼咱就請，歹勢老師。岩坡等下無定有比賽，咱同岩坡先來嘛。對，你就上場啊！好，歹勢，我袂記你。好，安尼咱請王岩坡老師，咱甲歡迎，捧一聲。好，唔知影大家有看到我的畫面無？有，好，那咧先甲大家講一個，就是講信海老師甲阮講，會甲我講我是新世代嘅台語創作者，我感覺這對我來講吼有淡薄仔，就是較重大啦。其實我就是介意寫台語文，啊熟悉台語，所以我偷偷行入這條路。啊，今仔日個嘛真歡喜有這個機會，當來甲大家分享，我佇咧寫台語創作嘅過程當中，我所思考嘅問題，抑個有即馬咱現代可能對這個台語文化有啥物款嘅想法甲看法。啊，今仔日個若是講出來有淡薄仔精彩，或者是甲你嘅想法無啥共款咧，啊嘛請大家多多包涵。好，那咧我先自我紹介，我嘅名咧叫做王岩坡。啊，我是台南的北門市永良人。啊，其實這個北門市，咱一個講到，也就是即馬台南市的北門區。啊，等下嘛講到咱北門的一寡風景。啊，我是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業的。啊，即馬咧目前佇咱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咧讀這個碩士班。啊，我個人的這個經驗咧，就是講我是台灣母語聯盟第7屆甲第8屆的秘書長。啊，即馬已經第9屆啊，所以即馬的秘書長唔是我。啊，過來我嘛有參加一寡全國語文競賽的這個積分。啊，我嘛有參加這個國中、高中本土語的這個輔助教材，寫這個教材的人。
我目前咧是伫台南市的摩达国小做本土语的老师，嘛是因为即马国教署咧伫咧幼儿园，台湾的幼儿园内底有推出即个沉浸式的母语教学，所以我嘛是有伫即个幼儿园咧做即个教学顾问甚至甲大家分享讲，咱会当伫教学顶悬要安怎来去做相关的即个要安怎互囡仔更较有法度甲即个台语咧变做伊的生活语言，对，好。再来就是讲，我伫咧比赛，就是讲我为什么踏入台语这条路？其实上早我伫咧读幼稚园的时阵，未读国小进前，我自细汉到大班这段期间，我拢是以讲台语为主，因为我住伫咧就是北门这个，伊是一个渔村，伫这个渔村内底就是我的生活当中所拄到的人，所拄到的代志阮拢会用台语来去做这个讲。拢会讲台语安尼，所以咧，其实我是到读国小1年开始入去这个公立的学校，伫这个公立的学校内底就开始学华语。毋过咧，就是讲因为台语嘛讲较袂歹，所以其实自细汉就开始参加语文竞赛。其实参加语文竞赛嘛，是互我一种就是实现家己。参与即个语言竞赛，语文竞赛，还有加即个语言保留落来一个真好的即个机会安尼。好，这是我写作的相关的经验啦，也就是讲，我家己本身我会写一寡台语朗读稿，嘛伫111年到113年有写2篇，一篇叫《戏文》，一篇叫《教来部》嘛，真荣幸有这个机会，会当用毛仔囝得到这个第10届教育部台湾台语还有台湾客语文学奖的这个线文第2名学生组的部分安尼。其实这3篇咧，拢甲饲鱼仔有关系，因为我听阮阿公咧讲，自阮祖公到北门这个所在，阮就是拢以饲鱼仔为主，饲鱼仔咧伊就维持阮的生活，所以咧，其实饲鱼仔对阮兜来讲是一件最重要、最要紧的代志。所以有这个机会咧，会当甲我生活当中甲这个鱼仔，甲这个阿爸、阿公因的生活故事，甲伊记录落来，用台语文甲伊记录落来，伊毋若是会足断定，甚至伊会互咱呢，就是讲咱的台语的语言会当保留搁较济无共款的讲法，暂时其实内底就会讲着。好，说落来就要来进入讲其实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就是讲新世代到底有啥物款的文学观，其实。论真来讲，我感觉已经变作是一种当地发生，就是讲，咱若咧看过去的文学，咱会当知影讲，伊大概伫什么款的时代，会当知影讲，迄个时代咱到底咱的先辈因是安怎为着这个台语文咧拍拼，所以伊咧写的内容咧，当然就是伫迄个时代，伊会较有这个时代性的这个条件伫顶悬。毋过咧，伫即马咱是一个所谓科技。过来社会价值的还有文化是愈来愈多元的这种套人之下，其实咱的文学一定有安怎互人写，安怎互人读，安怎互人理解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讲，伊一定毋是一个，就是讲咱即马的书写的方式是愈来愈多元，甚至是有无共款的主题、无共款的想法，甚至有无共款的文化观念内底。所以伊就已经毋是过去较单纯，甚至是讲。就是伫某一个时代环境的这个背后，伊所写的内容。再来就是讲，我认为讲，伊是过去为这个经典的中心到即卖多元声音，而且咱即卖阅读的方式嘛改变啦，尤其即卖有即个电影音，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尤其像迄个什么 TikTok 还是讲什么小红书，其实即卖现代的囡仔伊伫生活当中伊是不美丽的，那呢，伫即种。环境之下，囡仔伊的阅读的能力，甚至是讲，伊的这个对代志的这个敏感度，伊就会愈来愈低。伫愈来愈低这个过程当中，咱所生活当中所注意到的代志咧，就会更较无共款。这嘛会反映着，就是讲，即马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国小咧教册，所以其实你嘛发现小的囡仔咧，因为伊可能长期以来拢有安尼的环境，所以咧伊。面对要抓到重点这件代志，伊就有淡薄仔困难，甚至讲伊对一件代志，伊无都去理解伊背后的原因。这是其实我是认真来讲，是我感觉这是一种悲哀。毋过咧，伊可能嘛是一种未来世代的一种可能性。对，过来当然即马有即个跨界甲文学的结合吧，亲像讲即个戏剧啦，还是讲即个电影啦，等等这些物件，伊拢会甲文学去做结合。
咱过去咧是有一种答案，毋过到即马是一种提问，是安怎会安尼讲诶原因，是因为咱过去迄个答案就是亲像那林宗元先生诶即个讲一句罚10箍即件代志，其实伊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诶即个答案。毋过咱即马诶提问是，伫即个时代，咱所拄着诶即件代志，伊敢是一种答案，还是伊是一种新诶开始，还是一种新诶问题？这是大家去思考诶。所以我感觉即马诶文学观诶，其实是愈来愈多元，而且愈来愈无共款。好，所以咧，我感觉新世代诶文学咧，伊毋若是书写作者伊诶世界，伊真正是互每一个人咧，其实拢有机会会当去参与，也有解说，甚至去重新去定义即个世界诶模样。好，那呢，这个部分就是讲多元的主题，甲澳国的主题。当然，澳国的主题就是较早期的，比如讲伊可能写农业社会，所以可能加一寡传统的价值，内底可能就讲着一寡农村啊、家庭啊、款式啦，也是一寡民众的苦难。毋过咧，伫即卖的社会，伊可能是有较一寡，譬如讲性别议题，譬如讲像有一寡作品，伊会写着同性恋，甚至伊会讲着一寡即个女权主义等等。也是讲这个生态环境，也是讲这个科技影响，也是这个都市的生活，这拢会当加做一个主题。而且伊探讨的可能是多元的文化、跨领域，还有这个全球的视野，到底成做啥款？好，再来咧，我感觉，就是讲过去的主题咧，伊较重视在地文化，还有传统价值，还有一寡乡土的情感。不过即马咧，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做作者意识。意思就是讲，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结束了后，其实要安怎解读，就是即马咱的读者伊家己会去想的。伊有可能看了这篇文章，伊可能感觉无够冲突，也是讲伊可能感觉无够声人目，迄拢有可能。不过，咱每一就是讲现代社会，咱每一人去解读文章的角度，甲解读每一篇即个内容，伊的铺排其实拢无啥共款。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过去的主题就是咱会当足明确的，会当知影讲哦，原来这就是咧讲这。不过即卖的时代，伊可能伫某一个大主题的环境之下，伊包装一寡较幼弱的部分。这可能就是咱可能会大家对迄个议题，或者是讲对迄个社会现象，咱有一寡理解，咱可度去了解讲这内底到底咧讲啥。所以我感觉过去的主题，伊是拍咱台语文学的地基，也就是拍基础。不过，即卖的时代咧，伊是拓展台语文学的可能性，伊就无共款的主题，无共款的用态，无共款的即个书写的主题等等安尼。好，那呢，今仔日我特别借这个机会来分享，我即届即个投稿得奖的即个作品叫做《魔镜》。为什么我用这篇咧？其实等下就讲到，咱看到魔就知影伊是鳗鱼对无？毋过咧，为什么会讲魔镜？这其实是大家会当去思考的哦。好，头起先，我想要先请问大家吼，咱若是用一种物件来形容咱台湾人，你会想到什么物件？敢有人要来分享一下？牛，台湾牛，牛哦，台湾牛。好，除了牛以外咧，若食的你会想到啥？番薯，番薯对无？嘿对。我想到嘛是番薯，所以咱有讲咱台湾人叫做番薯仔囝，其实伊是一种韧性，一种坚强的象征。也就是讲，番薯这种农作物啊，伊毋惊讲今仔即个土是干枯枯的，或者是讲即个土是迄个烂土，伊共款拢有法度成长。就亲像咱台湾伫历史世代的即个命运当中，咱确实经历过真侪失明，经历过真侪咱。值得思考，甚至是足恐怖的时代咱就亲像番薯共款，愈传愈济，甚至咱愈来愈惊张。对，毋过咧，伫新世代的阮咱想要袂感觉家己叫做番薯仔囝，因为阮其实出世的即个时代，就已经是台湾可能是上安全、上和平，甚至讲袂惊吓，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啊。那安尼。阮即马新世代人，敢会讲家己叫做番薯仔囝，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毋过咧，我嘛是经过即个思考，我甲家己号做，这就是魔仔。敢有人知影这叫做魔仔？魔仔就是魔仔细汉的时阵，伊是一种洄游性的动物，
其实伊嘛是讨海人的年底奖金，也就是讲伫咧寒人的时阵啊，台湾的沿海地区其实拢会当掠到即个麻仔。啊，即个麻仔为什么讲伊叫做年底赏金？因为即个麻仔伊毋是称斤称两落去卖，伊其实是一只一只落去算的哦，一只一只落去算的。也就是讲，有时阵若好价，一只我印象当中捌一只性价180几箍，毋过你俗的时阵，一只嘛敢若几6角。所以为什么会讲这是讨海人年底奖金？因为吼，伫阮我住的所在，就是若是讲伫寒人的半暝啊，听到人咧放烟火，你就知影讲，伊可能即几工，伊所掠的即个麻仔已经互伊趁要几百万的。也就是讲，伊平常时咧，可能饲麻掠饲鱼啊、掠鱼啊赚的钱，毋过伊尾啊咧，伫咧年底时阵，可以当去掠即个麻仔去赚搁较济的钱。所以其实这对讨海人来讲是一个年底奖金啦。毋过认真来讲，即种物件若要掠，敢有遐简单？其实嘛无遐尔简单。所以等下我就会去讲着哦。好，我的故乡其实是台南市北门区的英良里。啊，其实英良里这个所在伫遮，好，毋过咧，这个所在咧，过去叫做北门市。北门，伊其实吼是伫咧，这张图咧是清朝时代的台湾，台南的这个所在。啊，咱拢知影台南有一个台江内海，足侪人知影台江内海，毋过真少人知影岛风内海。岛风内海甲台江内海咧，其实是当时咧，即个台南地区抑个是极乌的时阵，啊，伊是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即个内海。啊，所以咧，所以台南过去真侪所在拢有港口，譬如讲咱拢知影月丁港啊，还是讲即个麻豆港啊，甚至是讲即个洲仔尾、盐埕等等啊，有鹿耳门，啊，有即个北门市遮，其实过去拢是港口。好啊。其实啦，阮即个所在，伊过去就是北门市，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啊。因为咧，伊是规个台江内海甲岛风内海咧，伊上北边的一个出海口，也就是讲，所谓船只咧，伊今仔日若是要甲即个货物，甲伊送出去到，譬如讲澎湖，也是上北，要行水路的时阵，就会经过即个北门即个所在啊。所以咧，即个所在就是过去伊就是一个岛屿。毋过尾啊，因为笨沙，阮讲就是陆连泥沙堆积之后，笨沙了后咧，这个所在就开始变做是一个就是大家拢连做伙啊，就变做台南市。咱目前知影即个台南市。好，所以我就是住伫咧英良里即个所在啊，所以阮遐过去的固定叫做北门市啊嘛，因为北门市、北门，所以阮在地人就因为即个惯性，所以北门就变做棒。伊台湾还合音，甲合起来，所以北门就变做棒市，北门市变做棒市。所以伫我的文章内底，我拢一直写棒市，其实是保留阮在地人对即个北门市阮在地的讲法安尼。好，再来北门即个所在咧，有2种主要的产业，头一个就是掠鱼啊，就像即张图共款。阮遐拢大概拢饲毛沙巴啊，还有石斑啊、南洋带啊。就是吴郭鱼，还有饲即个草虾、泰国虾等等。毋过吼，伫阮北门迄个所在吼，饲鱼有较特别，就是讲大家较少咧用正水，大家拢是用咸水来去饲啊，就是抽即个海水来饲鱼啊。所以阮北门阮北门即个所在，其实饲鱼啊咧，拢是用海水饲较济。好，另外一个较重点就是较无共的即个产业，就是拍盐即个产业。啊，所以北门的大家拢知影有即个井仔卡，啊井仔卡咧，伊嘛有一个，即就是咱台语作家伊所创作的甲盐有关系的台语诗，所以大家若是有机会当来井仔卡行行咧，拢嘛会当看到遮个诗，哈，嘛拢是会袂歹的安尼。好，再来就是讲，为什么讲伫咧咱台湾的沿海地区，伫寒冷的时阵会当去掠到即个麻仔？其实麻仔咧，伊有一个较特别的伊的生态，伊就是讲，伊会对着即个乌条的主流咧会行为主流会行为即个台湾的东边，啊，若是讲即个支流咧，伊会行为咱台湾的西边，所以咧，其实伫沿海地区，咱拢会当去掠到麻仔，所以北门咧嘛拄好伫咱西边的即个沿海地区，所以伫遮咧嘛是拢会当掠到麻仔。那呢，到底麻仔伊为什么会为海里来咧？其实啦，
我先下来食。好，这个呢就是麻仔伊的成长过程。伊这个两个刚好看到顶悬遮甲下底遮，伊是一个无共款的生活环境。顶悬遮是海洋的环境，也就是伊是咸水。啊，遮个是河川的环境，其实伊说叫做正水。所以其实啦，这个麻鱼咧，伊若是大汉的麻，伊会收转去海里。啊，听日本咧做追踪的时阵，伊讲遮个麻咧，伊会走去马亚利纳海沟内底，就是马亚利纳海沟，就全世界上深的迄个海沟遐去生卵。啊，伊的卵了咧变做柳叶麻，甚至到玻璃麻。伊到玻璃麻时阵咧，伊就会开始收，伊就对着即个乌条的即个流水，伊就会开始白。白了后咧，伊若是拄着溪门，也就是讲即个出海，就是溪流跟大海的出海口，即个溪门，伊就会算入，伊就会迄个为即个溪门入来，到正水的所在了，伊会大汉变做麻。啊，麻了咧，伊还佫收转去即个大海内底，还佫去生卵，还佫开始安尼一直来去做即个即个循环安尼。好，较特别的就是讲，伫即篇文章内底咧，我就用到即款的意象，甲家己当做是一个麻仔，因为我其实会甲家己当做麻仔有两种原因，头一个就是因为阮阿爸伊就是一世人做即道，就是饲鱼啊，啊个养麻仔。所以其实一路甲阮听惯的，会当听到我读阮阿爸其实伊的即个学历敢若到国中尔，啊会当甲我听到即马读研究所，其实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我就讲，所以我咧写即篇文章的时阵，我就咧思考讲，我到底爱甲家己合作啥物？我来甲家己合作汉字仔囝，毋过阮阿爸那时候毋是正汉字甲我饲大汉的，所以我就甲家己写做一尾麻啊。过来咧，就是因为其实伫文章内底咧有讲到讲，阮阿爸因为做即个工课，啊，其实阮的亲族啊，大家拢真有即个社会地位，比如讲有人是做甲教授啦，有人是做甲什么款的，比如讲做医生啦，做律师，啊，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是阮兜拢会向，就是伫迄种话句内底拢听会出来，就是有淡薄看阮无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我迄个时阵细汉毋捌代志，我就会感觉，我就无想要互人知影我是住伫渔村的一个庄园，所以我尾啊，其实嘛是因为阮遐的生活品质无好，啊，教育资源无够，啊，所以咧，阮阿嬷迄个时阵就请阮阿母啊，甲我带到麻豆，因为麻豆迄个时阵相对来讲是一个生活环境较好的所在，啊，所以我就伫遐大汉。啊嘛，因为安尼，所以我就甲北门的即个感情愈来愈袂歹。啊，尾啊咧，就是讲南部的囡仔拢一种想法，就是想要北漂，想要上北啊，啊，希望讲会当离台北这种繁华的都市，会当浮头徛起。所以我大汉时阵嘛伫即个台北读册，啊，毋过读的过程当中读煞，因为我拄好读台中传播学系，所以其实阮若是爱做电视，甚至爱做翕电影。甚至爱做广播节目，啊，其实伫阮的即个大学4年啊，有一个毕业专题，啊，咧写即个毕业专题的时阵啊，我就咧想讲，我会当安怎做？所以落尾我还个豆啊，转来即个北门即个所在，开始熟悉北门，啊，了解北门，所以我就亲像一只麻仔共款，会回游到生意的所在，也就是亲像即个。迄个麻啊，到即个马亚尼那海沟，甲亲像我共款，会当为台北转来到台南的北门，所以这是我一个，我感觉这是一我创作内底一寡美感，啊，个有一寡我家己的想法甲感受安尼。好，那讲到这个，咱就爱特别来讲到底台湾的掠麻仔有啥物款无共的形式？头一张这个图咧，这是伫东港。所以其实我的文章内底嘛有提起讲东港，因为其实当中沿海地区咧掠麻仔的人，其实因拢有互相拢有一寡交流的时阵，就是讲会当听到人迄个，因为麻仔其实伊是掠起来了后，咱来交互即个小盘则个交互中盘还个交互大盘，啊大盘定价了，才会掠麻仔人伊才有法度收到一尾偌济钱，所以逐工伊的介绍是互动的，好啊。
因为伫即个过程当中，咱就会当讲，中小半的人就会讲，东港遐已经有愈着麻仔啊。好啊，为什么咱会讲掠？咱会讲愈麻仔，毋是掠麻仔？的原因是因为东港伊遮咧，因的船啊，因拢会绑即个竹篙，即竹篙咧拢会牵即个网啊。即个网啊咧，伊就是时到咧，伊若是驶到外海时阵，伊就会甲伊绑落去。用撸的方式，就是用船亲像迄个推土机共款，安尼甲撸起来，撸起来了，因遐开始去捡网尾，把即个麻仔捡起来。所以东港遐的方式是用撸的。好，另外一个所在伊嘛是用撸的，即个就是咱宜兰的头城咧，迄搭咧嘛是拢有掠麻仔。不过因较特别的是，因是用即个塑胶轻去做一个塑胶的即个材料材质去做一个三角形的轻，用网甲填条咧，落去伊共款嘛是落去用撸的，毋过伊是用人落去撸的。好，咱拢知影讲，掠麻仔用做撸，毋过为虾米我的文章内底用掠？原因是因为北门地区的掠麻仔方式是安尼，伊其实这是一支的阿讲，然后咧这是网即个网丝咧，因为伊就是讲足幼诶，伊迄个空足幼诶，所以我叫伊网，阮拢称呼叫做网丝。即个网丝咧，伊就是安尼甲绑起来了，用牵龙绳甲伊填位北边，因为伊诶海流咧是为南边上北，所以为南边上北诶时阵啊，遮麻就会走入来即个网尾，了后咧，遮渔民才行落去即个网尾咧，甲伊捡起来，甲伊紧紧诶甲伊捡起来安尼，捡起来开始伫遐咧算麻到底有掠点偌济安尼。所以其实这是咱台湾掠麻仔有足侪无共款的方式。说来就是讲，伫这篇文章内底，伊虽然是一个亲情的这个主题，不过伫我的想法内底，就是亲情这个主题，其实伊算是一个已经足古老的这个主题啦。不过咧，其实伫我的看法内底我感觉第一要义，其实伊是一种语言的保留，是安怎咧讲？其实我创作这个文章，其实除了是致敬我阿爸这个希望讲咱大家咧，就是讲去到外部头咧食头路的人，会当来去转来讲咱家己的故乡。除了是这款的这个想法以外，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语言的保留。所以其实这内底咧，就讲到这个大北风母线顶刺竹竿阿公跋斗三六标。落落去，互伊衫、甲乌尾甲白金。好其实咧，这内底就是保留阮阿爸佮有在地人因的讲法。我先讲头一个叫大北风母。其实大北风母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北风其实咱就知影伊是冬季，就是寒人的时阵。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咧，伊除了风出头，同款雨足大。若是大北风母，其实伊是风出头，佮兼上大雨，甚至迄是亲像咧做风台共款。所以咧，在地人讲即摆咧起大北风母，就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线顶，其实咱大部分的人拢敢若捌听过海边不过咧，阮在地人就会讲线顶。其实这个线顶叫做沙线的顶缘，沙扇的上面，所以阮拢叫做线顶。因为过去阮遐是湿湖。有内海，所以咧，阮的海边其实伊是伫线顶，所以阮拢会讲去线顶做七，就是去海边做天气。再来就是讲即个刺竹竿刺竹竿就是这较粗骨的即种竹不过咧伊较好，就是较好测即个竹甲测做一块一块。其实就是讲掠麻仔这人，因拢会用刺竹竿去顶即个料就是因若要落去掠起来当休困的所在，所以用刺竹竿去做料安尼。再来阿公咧，其实伫教育部书店内底伊是收做阿言讲，不过就是我毋捌听人讲过阿言讲，所以我就是直接保留阮在地讲叫做阿讲。另外一个较特别的叫做跋斗这个跋斗咧，其实就是骹桶，就是面桶，就是寒桶的意思，就是水桶、寒桶。茶桶的意思，不过阮在地人袂安尼讲咧，阮拢讲跋斗这是我感觉足特别的，就是我离迄个所在生活即侪当，我头一摆听到即款的讲法，因讲迄叫做跋斗再来咧就是即个三六其实伊是18斗一种其实伫文章内底有讲到阮即个
伫咧线顶啊，伊会分做顶部甲下部，顶部就是上半段，下部就是下半段。顶部也分做10位，下部会分做11位啊，所以拢总有21个姓王的即个后代会有掠即个麻仔的特权。迄是因为过去就是阮在地姓王的是5帮王，因去学了咧，甲人抢人的麻仔地、麻仔位来的啊，所以。也因为安尼，所以北门地区的应良遮的人甲学寮的人，就是互相骂来往，连结婚都骂。啊，毋过即马当然是无共啊，无共时代啊，无共款啊。毋过咧，就是共款，即个所在若要掠，你就是要有迄个权利，你靠倒去掠。好啊，到底伊分做顶部甲下部了，遮21个姓王的后代，因到底安怎决定是倒一位的？就是用三六啊来决，也就是三六啊用18刀啊的方式来选择。赢的人会当先选择要为顶部开始算，还是要为下部开始算，然后甲分做两边了咧，才去用18刀啊来决定是倒一位。点数愈悬的，伊会当先经要倒一位。好啊，这是一个较特别的讲法。过来就是讲这个雕，其实这个雕吼，若是现代真侪人拢毋知影伊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这个雕吼，咱若捌听过人讲雕神雕，就是讲摕麻绳来雕，也就是讲干面。就是摕绳啊来甲伊即个绑好定单，就是甲绑好按啊。所以咧，其实即马就人讲用绑诶甲绑好按，毋过伫我诶生活语感内底，我就感觉雕即个意思会搁较歪意，搁较有即个开口安尼。好，过来就是讲即个落落去，其实即个落落去足特别诶吼，就是讲因为我原本想讲即个阿公，因为伊是阿公为即个线顶一路甲伊落落去到即个海里，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咧思考是用定的敢是，毋过伊嘛毋是用定的哦。其实阮阿爸讲迄种动作，因讲落，其实伊就是甲阿公压咧，然后咧大力甲伊往下那个晃动，然后甲伊固定住啊。所以即个语音咧，伊就讲叫做落，所以能讲甲伊落落去土沙里。就是把它大力的，然后挪动，把它往下移动安尼。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讲，写这篇文章我有去受到这语言的保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安尼。过来就是后伊莎，后伊莎就是想在整身连身的青蛙装安尼，因讲迄叫做后伊莎。啊，乌龟啊，甲白金，其实白金就是正麻，就是要厉害迄种麻仔。毋过乌龟啊，虽然伊嘛是麻仔，毋过伊大汉了会变做。毋加密的麻，也就是讲有可能会变做就是迄个经济较无经济价值较无好的机会安尼啊，所以毋过吼内底有一句叫做乌尾啊，若济白金就摕，其实迄嘛是一种因的生活经验，就是讲掠着乌尾啊，若是愈来愈济，就代表掠白金的即个规则要结束啊。所以因若是乌尾啊愈掠愈济，因就知影讲白金掠白金要刷过啊，要结束啊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较特别的，就是讲这是因的生活智慧甲生活经验。所以你咧写这个内容时阵，其实我嘛是甲这个智慧啊，有甲这个语言甲伊保留落来安尼。好，所以其实这篇内底咧，其实我感觉我所书写伊毋是充满冲突的剧情，啊，伊是用一种，我是用一种足温顺啊，个足闭顺的开口来描写家庭。为什么会安尼讲？是因为其实咱拢知影台湾传统的社会内底，爸爸妈妈啊甲逝世，其实拢真少甲爱讲出来。所以，毋过咧，即种爱是一种无声无息，也就是讲，因袂亲嘴讲出来，毋过因会用因的行动来表示一切。其实内底有一篇文章，就是讲，阮阿爸咧新闻外，就是讲，招足久无看到我啊，所以希望我等去帮忙去抓。毋过伊袂照伊的喙讲，伊可能会照阮阿母的喙讲出来。啊，当我等去到遐，可能甲伊讲2、3句话名，想袂到我就倒来台北，也就是讲，敢若生活迄2、3天，但是可能讲的话无超过10句。毋过伊会用伊的行动去表示伊对囝儿逝世的爱，这是一种我感觉，若是讲以现代少年的人来看待这件代志，那想的无遐尔简单，甚至无遐尔好理解安尼。所以我感觉，我用温顺个闭顺这个开口来描写这个家庭，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新世代咧描写这个传统社会内底的故事，一个最重要的理路甲方式。
过来就是身份认同的转变，就是讲，其实我为气象北门到我理解北门，为气象阮阿爸的头路到理解阮阿爸的膝头，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转变。过来就是传统社会处理时代无声无息，咱拢知影就是因较袂用，较袂甲爱讲出来安尼。好啊，那咧最后这个魔仔到底象征啥物？其实伊是象征即马咱目前社会一寡现象，就是咱有足侪少年人，因拢白漂，因拢去外口做头路、做工课，毋过诚少好好啊伫厝里甲时代，好好啊开讲，好好啊甲伊分享伊的生活。这我是感觉，这是咱这个现代需要，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最后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在地记忆的保存，也就是讲未来咧，也就是讲未来咱到底敢有这个机会会当来甲这个在地的文化，用咱台语，用咱更较有开口的方式，甲这个记忆甲伊保存落来，这其实是大家会当去思考的部分。好啊，最后就是讲，这个影片呢，当然大家若有希望会当，若是有时间，咱会当去哩看，因为可能我嘛讲超过时间咯。好，好，最后咧就是讲，我这要甲大家讲的就是，魔镜咧，互咱看到一个人离开故乡到最后的认同，嘛，互咱理解迄项迄个粗皮的手。伊其实背后是无啥无衰爱，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伫即片土地大汉的魔镜安尼，这是我其实规篇文章、规篇散文内底最重要一个概念。最后就是讲，若是有大家想要欣赏这个作品，会当扫这个 QR code 入去看安尼。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好，喂，喂，新海老师，无好，好，我去洗手一下，打转来，你讲了嘛，对吧？我讲了啊。对，我看是，我头拄听你咧讲说，这个猎魔诶，你看大家啊吼，这个他拄仔岩坡小界，实在是非常精彩啦吼。咱伫伊诶这个小界内底，毋若是看到文学作品啦吼，嘛看到讲啊吼，这个就是新诶这种会当甲生活这种职业的细节啦吼，结合伫文学作品内底，这就是岩坡的作品上精彩的所在。咱头拄看到各地啊吼，无共款的鹿麻仔啦吼，猎麻仔啦，吼啊，佮有因遐竹牌啊，不对吧？因伫山顶做工课啊吼，哇吼，也是讲啊吼，咱伊遐骹咱遮叫伊骹桶啦吼，啊伊遐吼，就有家己的讲法，对吧吼？就是甲遮等讲，咱头拄咧听啊吼，毋若是听到文学作品尔，咱嘛是听加学一个物件啦，加学一个物件。我想啊吼，这是散文的新时代的散文，台语散文啊吼，真重要的一个方向之一啦吼之一。因为咱知影讲吼，散文甲小说。伊的精差到底伫倒位啊？吼，伊的精差到底伫倒位？吼，小说主要是以剧情为主嘛，吼，以剧情为主，吼，伊还有情节起起落落啦，哈。但是散文方面啊，吼，散文方面其实有两个大方向嘛，一个是以抒情为主嘛，吼，一个是以迄个小概所谓的小概知识啦，就是实用性为主啦，实用性为主的散文，吼。啊，岩坡这篇啊，吼，拄啊好两种拢有啦，吼，伊有实用性，就是你甲看起来吼，你若头拄听岩坡介绍的啦，像咧看迄个什么101个故事啦 ，Discovery 啊，就是咧看这个各地无共款，尤其是因台南的迄个北门遐的北门市遐的，即款内海啦，那猎魔啊，吼，咱看到以后，咱嘛讲啊吼，哇哦，学着啊，对吧？吼，学着啊，吼，咱有学着这种膜啦，吼，安怎对细尾膜啊，吼，变成玻璃膜啊，吼，安怎洄游，伊安怎去马里亚纳的迄个海沟去放卵，吼，哇，就是头拄岩坡拢有做详细的小解，袂输那是。咱看是 Discovery 啊，是迄种，所以咱有学到知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这是写因甲因阿爸的感情，对吧？伊甲因阿爸的感情，因阿爸啊吼，就是话无济吼，但是就是对厝里的人的感情付出嘛足深的吼，就是对伊的行为感受会到。所以咱感觉讲新世代的
嘛毋是新世代，其实散文演过嘛是拢会安尼写，就是讲像这种甲现实有实用性，啊，甲有抒情性，这两种结合起来，这种散文的书写方式，哦，互读的人毋是干那愚弄尔，因为就是抒情的散文写甲好的足侪但是都会当。那看了以后，就感觉学着啊，袂歹哦吼。但是佫袂伤硬，因为咱知影吼，有一寡人写迄种实用性的散文啊吼，写迄种硬啦，硬冰冰，你知影吼，就是知识性一大堆专有名词，向甲你，就一直甲你剪落安尼。迄一段内底啊吼，有几十个专有名词啦。迄看的人，因为伊毋是本科的，就一粒头两粒大，对吧吼？安尼就佫伤超过啦。所以散文，即像即类的散文，免哪伫内底掠到即个美感，互伊知识性拄啊好，啊抒情性嘛拄啊好，这是真无简单的啦吼。咱像咱听南浦的小界啊吼，就知影讲，这确实是有两步七啦吼，有两步七啦。而且吼，咱定来讲，你爱伫生活中好的文学家，就是爱伫生活中啦去找灵感，写你熟悉的遐物件，因为啥物写了才会有路，才会活起来。因为吼，要感动别人进前，爱先感动家己。要感动别人，咱先感动人。什么物件咱上会当感动咱家己，就是咱生活周围的物件。所以伫南浦这个，伊头拄仔小解咧，伊的散文内底咱会当看到迄种，对生活的感情，对周边的感情，而且对迄种就是有可能，因为这麻灾无稳定啦，最近这几年麻迄个无稳定啦。有一种，就是讲有可能会伫未来慢慢啊。衰微较消失诶，迄种产业会保存，所以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啦，感谢这个南浦互咱遮精彩的分享，咱个一届热烈的拍声来感谢南浦，好无？多谢大家，多谢。感谢，好，安尼数落来，咱就感谢南浦，咱就请后一位讲者，叶冠老师来，互咱另外一场这个下半场精彩的演讲，来欢迎叶冠老师，感谢南浦老师。感谢南浦甲迄个甲信涵老师吼。迄个我来先开一下我的音幕吼。我刚听了拄则听了有够愕着啦，真正因为阮大树算是迄个就是算讲是。住伫迄山仑遐，所以其实伫我关于海口人因的生活，其实阮遮较无，所以我写的物件较甲山有关系吼。阮的山仑对种植的物件较有关系吼。我来先用我的荧幕一下吼，我这个转播。有人举手吼，有一个张胜有举手。马上等下咱综合讨论，再做回来讨论好啊。歹势，张胜歹势。来，我看一下吼。好，咱因为迄个大家前辈大家好吼，因为我迄个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是讲新世代台语的创作，毋过其实阵摕到这个题目的时阵啊，我嘛是感觉有小可感觉安尼我刚好算这是，因为我今年算是要45岁啊。我写，毋过其实讲写台语一件代志，其实我算是就是介新啦，因为我差不多真了开始认真咧写，对，差不多写6年左右啦，差不多写6年，但是我去读中高大的时阵，较开始。按笔写我第一篇的台语文学的物件吼，我就想讲，这个题目当时是在用的时阵，就我来讲，我就想讲，讲包括咱台语文学界的，讲咱的前现代嘛，包括单位老师、阿金老师、吴建年老师、甲陆羽文希夫老师吼。那佮较帅啊！伫咧2003年的时候出一本台语诗新人选吼，台语诗新人选。时阵啊，包括就是有迄个白耀乾老师，佮有郑伟文老师、王金文老师，迄个金顺老师吼，佮有文彬老师遮。毋过老师因这篇啊，这本册所写，大概即马差不多拢是60岁以上啊吼。我感觉阮这代对无算是，就是讲接伫咧头40，我家己归类差不多算是40岁至40到50岁这个期间，包括甲我佮有教我平辈，包括杜信良啊，杜信良老师，佮有雷文老师、欧巴老师遮等等，其实佮有较侪人，因为我感觉阮这演的时阵已经佮较侪人在写，拢比我写了佮较早。那要讲真正新现代，我感觉拄则严朴，就是真正是正讲是新现代。包括我感觉迄个就是，我先甲伊揪落来一个，我看一下。迄个像咧，我感觉像咧啥物人啊？我迄时阵就写着讲，
包括迄个，我只等一个啊，信息一个。我感觉啥物人？我感觉我拄则有写着遮，包括新年代出来即摆温乐桥，包括有迄个英雷、林武轩、陈柏宇、罗品成、严朴、开源这拢真是正港20几岁啊！因为我有在看，我拢有在注意到咱即马迄个台语的杂志啊，还有台语，就是讲台语发表的人，所以会当买当，然后一寡人来讲，有一寡先辈想要去了解新生代的写法吼，我感觉买当去看这个人，因拢写甲拢真好哦吼。好啊，大概这就是我今仔日就是先甲大家开导啊。我即马是文书协会大修文书协会理事长吼，啊我即马伫溪埔国中伫食头路吼，啊我有着过一寡文学奖啊，等下甲大家介绍一寡物件甲一寡作品吼。好啊，来讲即个迄个讲，我今仔日讲第一讲我的第讲回头了，我会讲我的诗观，我的文学观，啊会讲一寡我的台语诗，啊有我的台语文的写作的觉醒的过程吼，啊有我的感想，啊最后来做结论吼。那其实因为这题目啊，当时是甲迄个新恒老师在讲的时阵，就讲咱伊想要了解，就讲咱在讲即个新时代、新世代，就讲阮即个世代阮写作的物件有啥物甲较早无共的状况，啊，其实特别讲一件，啊，其实讲白就是较分化迄个写作的内涵甲内容吼，啊，所以我感觉即届我会特别。演过，咱可能用做一寡学术的分析，讲啊，第一代是安怎，因的风格是安怎，第二代是安怎，第三代是安怎。啊，毋过我感觉，既然即届是要讲阮即代的物件，所以我即届会讲搁较侪关于我家己安怎觉醒了后，我选择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写这个物件。那写的时阵对无？我写的物件搁有啥物款我主要遇到的方向？啊，我是安怎要安尼写？是安怎我会选即个方向？啊，就是，所以今仔日我会讲搁较侪关于家己的物件。啊，因为我家己的物件来互大家拢了解啊，就知影讲，我即代的物件，甲当初时可能中原生呢，可能建联生呢，因所想法，甲包括迄个，就是讲搁较下底，包括姚ခင်老师吼，包括文炳老师因所写有啥物款的无共，就当比较出来啊吼。所以我今仔日会讲较侪关于家己的物件。啊，我甲大家讲我介好运啊，就讲有钓是我钓是拢是。好，因为拄大家拢最好写，啊拄好写着拄好即届题目大家评审大师有介意，啊所以我摕过就是包括咱的台客语的文学奖，啊佮有打狗红叶文学奖，啊佮有海洋诗奖，啊佮有台语新时代甲流传榜奖，啊大家较少看到的吼，较少看到是海洋诗奖，因为这是咧讲海洋的物件，啊毋过大部分因扣的诗拢是华语诗。啊，毋过我就感觉，我有一篇我感觉讲海洋的写袂歹，我就调工要摕台语诗去甲伊试较卖啊，啊嘛有袂歹有着顶，嘛有着顶。啊，流传学奖是阮家己迄个就是阮中教大内底后来家己所举办的活动，啊嘛是这当这是嘛是阮台语系迄时阵足认真去争取来吼。啊，要开始进前底，我先来放一条我所写的，甲阮太太定义所写的一条歌。啊，这条因为写歌甲写诗的状况无共款，啊，毋过你会当看对，阮甲在地，阮咧讲其阮是咧讲一个玉荷包的成长的过程，吼，啊，成长的过程啊，甲写做咱咧谈乱来，甲写做一首诗，吼，写做一首歌诗，啊，歌诗对无？要讲的物件无纯新诗遐尔济，啊，毋过阮着甲伊带一寡诗意去甲伊融入去，所以我来先来放一条阮有做伙创作的一首迄个台语歌，叫做《来自花》吼，我来放这首歌吼，是等哦，我看一下这边要安怎处理。你们是爱先跳出来，停止分享。你爱练声音，无要紧，你就是分享啊，会记你下面迄个练声音做伙分享，迄个甲拍开安尼就好啊。好，我在是迄个来机会遮分享一个来机会。三回求爱，你送予我。
对，这就是阮迄个记，像阮咧写进前记，我进前是较定，我袂写台语文学的物件进前啊。其实阮是写台语歌，吼，毋过写台语歌的时阵学着台语文学的物件了，我就有一寡甲较诗意的物件，甲写入去阮的歌词内底，吼，譬如讲虾米迄个寒水向阳，岁月长在土壤，三回记外是记，一记讲阮的，就是讲阮的玉科包的生六生，就是讲。采收了了，对无？伊也有三变土壤，第三变开新的，就是讲新的幼年，伊较有法度个调过，所以阮就甲遮诶农业物件甲写入迄个歌曲内底吼。啊，毋过当然我是用爱情来包装即件代志啦，吼，包装即件代志好。那刷来，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会当了解讲，阮所写的物件大概，对，这嘛是我所做的，就是讲，阮就是做地方文书的物件，甲用入去。啊，我感觉即届，我当摕我即届着想的感言来讲，其我感觉对文学奖的一寡想法，啊，甲我的一寡创作观伫内底吼，包括我感觉即届会当感大仙家啊，感谢评审啊，因为我感觉遮尔济优质啊，在写迄种选着，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公平的代志。啊嘛，感谢就是讲，当这是中教大。我读中教大研究所的时阵，流传文学奖对老师一直甲阮鼓励讲，一定爱去写。啊，所以我写第一篇的散文，顶顶的散文就是伫流传文学奖学生啊内底的比赛在写的物件吼。那啊，我感觉嘛感谢阮，就是讲大树文书协会的故乡的时代的老辈，因为阮就是一直在做地方的文书调查，啊嘛一直在发表，所以包括阮的研讨会拢全台语的。所有发表的人嘛拢讲全台语，啊，阮访谈的时阵嘛拢是全台语的，所以迄时阵开始自觉着讲，我应该去学台语记忆这件代志，因为如果用台语，我记袂着老辈访谈的时阵迄种足欢喜的代志，所以我感谢因互我一个温馨嘛讲台语、听台语，啊个讲故事的环境安尼，啊嘛感谢讲。达不时期，我定定迄个，我一个足好的朋友就是林文平老师，对我以前足介意读伊的物件，读着惊着讲哇，哪有遮好的物件。叫读着的时阵，伊就达不时找我讨论，啊，有讨论的时阵，阮就会讨论大家作品，啊，我家伫迄个讨论，大家人写作无共款手路的时阵，阮就学着足侪物件。啊，遮个我的题材倒位来，其实我就是用固定在读台港杂志，啊，佮有台湾正线，佮有网报，啊，佮有台湾语杂志、海洋文学。台语文学者，啊，我感觉因真正足认真在处理咱的团队，真正足认真在处理咱的台语文的作品，所以有毋管是，就是讲，所以互足者，就是讲咱即马新一代的吼，包括阮，一寡新的，就是讲要拄要铺头的遮的台语文学的写作的人，阮有所在通去甲阮的稿投去遐，啊嘛通去物件通去看。做上种，我嘛是感谢讲，伫我过程当中，对我看手，因为我感觉伊真正足好诶，就是讲，毋管我写啥物件，我拢会偷偷摕，我拢会第一遍拢会摕去看，爱看了，我感觉我足介意写我写诶物件，所以我感觉伊伫迄个过程当中，拢会互我鼓励啦吼。啊，我感觉就是讲，即届甲老师做伙在讨论，即届要讲诶物件时阵，就是讲新世代对台语文学诶看法甲创作诶过程。啊，我感觉就是讲，就我家己诶史观，我家己诶文学观来讲，其实。我拢感觉就是讲，因为我家己的头路，啊，我家己主要是在做文书调查，甲就是讲买一寡微信来带一寡导览，吼，啊，买做一寡，譬如讲学校的代志啊，或者是物件，做阮个大树这个所在的本土教育的课程的物件到3工吼。毋过，感觉我咧写的物件，我拢感觉，我家己的，这是我家己诶想法。甲微信当阮在调查一寡故事的时阵，就是讲调查人的物件的时阵，结果。人甲阮讲甲，我有时阵会感动甲流目屎。我感觉即个物件对我感觉哇，我就是讲，即个故事天公伯啊来找着我，或者讲即个感动，或者讲即个观念天公伯啊，互我的人生的际遇当中会当找着我。我感觉若无甲写出来，我感觉有些话对，就是讲迄个对不我个经验嘛，讲阮就是讲有法度，即个故事来找着我无甲用出，我感觉啊安尼。无太济迄个天公伯互我一个稳定，所以大概就我讲我所写的物件，就是我感觉无写袂开我的物件，
所以我大部分我的物件都写拢写，我要感谢的人，或者我有感动到，或者我感觉无写，即个物件无讲出来袂当的物件，所以这是我家己的关卡，我的哦，啊，所以我来定爱听，就是讲我这首台语诗吼，这首台语诗算是我足头前诶时代所写的一个观念有诶，啊，这是关于树种。就是关于因为前几年阮爸爸过身的时阵，我就甲阮太太，阮就开始咧讲一寡生死的问题，啊，阮就讲未来，阮要去树种，包括阮嘛有去到迄个燕巢深水啊遐看倒一丛的树仔树骹，阮传说以后大家就做伙拢大遐。阮太太伊介意大人管比白，啊，我是下国家的hen啊，所以阮就用即个过程当中来写一首叫做专心。手卡约束，我想讲用我的作品互大家看一下，讲阮即个世代包括我所写出来用的手路是啥物？啊，咱当然后壁有时间来当啊讨论每首诗或者是我的诗惯势，我惯势用家己用啥物手路来处理即个物件吼。啊，我来即个来放一个即个专心手卡约束即首我写的诗吼，大家小等一下吼。这样。专心手骹的约束，装艺馆。那入冬的落叶，满最后一丝优雅。对你用芭蕾舞式，伫理想甲生活双手并行。你骹尾摇摆，转心转，过一个心落地。阮上爱国乐hen仔。下一天对往来山内的故乡的小风，牵阮来，踮咱早子文好的迄丛树仔树骹，阮即撮的工课一段落，爬行到野，落行到野，拄好树骹纳凉，微微风抚平我的撩魂，摕咧树头风微微。好我困一个觉，心爱的你，请毋免恐慌，毋免着急，毋免烦恼，请一定继续用我上爱你树上优雅的舞步，我就踮伫咱小约束好一丛树仔树骹，一丛树仔树骹，等迄声你爱的南管悲白。带动温暖的小风，等你来叫我真是做伙专心行。是啦。当时是讲到迄个，讲到这首野风的时代用的时阵啊，其实就是我甲阮太太讨论，啊，毋过有时阵就讲讨论到迄时就讨论讲，甚至阮迄时阮有讨论到讲，到时啊，若三人先回去的时阵，阮太太讲啊，伊一定会足艰苦，因为就无我伫身躯边。啊，我甲伊讲，其实，毋过阮太太有甲我讲一件代志，伊讲伫咱人间即个世界啊。伫咱人间即个世界对无？咱就是讲，另外一个世界的一点钟，差不多咱人世间的10年。所以，假使我甲伊讲，假使有一天我先离开，啊，我伫树仔骹，就讲我先离开了，啊，你因为咱即世人拢真正足辛苦，我就讲我拢足无闲的，啊，甲无。就讲凡是，就是天公表要我休困的时阵，啊，我等伊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阵，啊，我伫树骹，因为我算是讲要树种嘛，我伫树骹遐。啊，你毋免恐讲，你就是好，你毋免艰苦我，就是甲你分开，因为你咱诚久诚紧就会见面，因为你可能伫人世间可能踮一工踮10年，啊，我遐等一点钟尔，啊，我伫树骹遐休困一点钟，困一个昼诶，啊，你就两米就来啊，哦，迄讲迄个小风南管悲白诶音乐会做伙来，你来找我，那找我诶时阵，你甲我叫醒，咱来个行另外一个。
短暂去安尼，所以我迄时阵就是用这首诗在表达讲，阮在讨论关于生死啊，关于阮的爱情，关于阮的约束这件代志吼，所以我就用安尼的方式来写一个，我感觉带一些我都蛮注意的物件吼，来继续吼。刷来啊！我要讲的是，迄个就是讲有一条叫做信用啊，信用这是着迄个海洋市场啊，这是大部分我有讲过海洋市场大部分是华语的吼，啊，迄届就是我用台语的要去试较慢，啊是在讲家庭妈祖经的乌鱼公签这件代志吼，啊，迄时阵在讲，因为咱知影乌鱼就叫做信用鱼，伊逐年拢会来的地啊，拢会对差不多当这个时阵拢会来。啊，我想就有迄个，就去到迄个家庭的妈祖经啊，听大家在地的老师讲到一寡因乌鱼公签的状况，啊，讲包括可能渔船即嘛，就是较衰微迄个状况吼，啊，我就用这种，啊嘛有听到讲，就是讲。乌鱼即马会在掠对会愈来愈少，因为有一寡乌鱼未富大汉，就伫咧沿海迄边遐，迄个中国渔船拢甲因咧过度的捕捞，就拢全部迄全部中国人在掠物件，拢共掠啊掠，你拢共掠了迄个情形，啊无重视即个生态过程，啊无重视生态过程对啊，对，我就甲遮的一个我所刻着一寡感想。甲伊写做一个叫做信用这件代志，信用这件代志吼，啊，咱来，我就来搁放一首信用这首诗来，互大家，对我所写来互让大家听一下。信用装月关，已经千年，搁千年。阮先祖参恁约束，梅花鹿、青蛙虎做见证。乌啊，恁讲年年同一来找，10000年无变。先祖年年过阿挽冲出海，准批撇咧，迎向恁，化作千千万万。若是铁开，飞伫海天，自在乐畅。100年来，千年的港边的妈祖经的乌鱼公签，噗噗噗噗，只是发动，噗噗噗噗，铁船冲出海，大大的网一领大过一领，拖头当，好年冬的网袂过，迎向恁，依然是千千万万。恁若是铁开，阮金上；你的目肚，你的卵，金丝丝，成做阮一言暂店上好的酒配。即几冬，小可茫茫的我，讲恁无信用，恁讲恁的子孙袂富大汉，我讲我的子孙遮大汉，就离开渔船。今年冬节前，见半无飞，阮甲乌鱼公签，凡事要讲，信用伫即个时代难甲拄天。这首是咧讲迄个，就是讲，大概知影，就有一个转换的所在。啊，其实我感觉就是讲，恁看即几首诗，就感觉讲，阮在写，其实是有写一寡社会议题，毋过阮会用一寡较技巧的方式，诗的技巧的方式来处理遮个物件吼。啊，即个故事嘛，我是先听着，感觉真互我，就是感觉应该爱甲记录落来一个故事吼，所以我就用即个迄个就是信用即件代志在讲。啊，其实伊咧讲的是咧讲一个农村诶。故事的代志吼，故事的代志。啊，所以拄则拢讲一寡较叮当。啊，其实我伫新世代迄时，我嘛是最爱写一寡趣味的物件，包括怎会，包括即首《红山城毋老》，这是迄个刊伫咧台湾笔会2025年的，即个讲迄个大东公园的迄个大东湿地迄个所在。即个讲啥物？因为阮大树伫甲红山是足近的，啊，阮卫星嘛做伙做红山的一寡文书调查。
啊，阮知影就係講即擺台東濕地公園，伊較早是就是一個叫茶頭邊，啊，迄個所在就是算一個最有歷史的所在。啊，即擺就是迄個所在，阮去遐調查的時陣，遐就有足濟，就是時代攏會坐佇個遐，啊，坐佇個遐對無？是阿公母會坐佇個遐，啊，有時因就佇遐試薰食啊。啊，毋過當初去迄條附近點嘛有一個叫做草店仔街，就咱即擺三民街，啊，三民街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講因即擺攏做一寡老街改造的狀況。所以因就是捌家鋪紅磚哦，就家鋪迄磚啊，鋪磚啊足水的。啊，毋過後來因在徛倒擺時陣，甲講安尼徛對無？地方無方便，所以因閣家用空點仔卡閣家用牌使無？所以甲講，然後因足濟店攏想要因咧想要做，比如講復古啊，閣有遐物去到家具街啊，甲佛具街啊。啊，因就是因咧做時有一寡物件，閣想要保留傳統，啊，毋過閣想要做一寡新創的物件，一直遐就地講到底迄有丟度啦吼。所以就甲即個物件甲寫起來，叫做鳳山城吳老，鳳山城吳老。啊，伫即個靠即個名對無？當初時我嘛當佇即個做甲大家講，到底寫詩啊底有誒時陣啊，我定下甲文平老師討論誒時陣，寫詩啊底一語迄個動詞甲迄個物件差別氣味，讀有台語誒語感誒人就知影。譬如講，我大家問，大家聽一個哦。鳳山城毋老，無希望伊無要留起來，因為迄個即擺鳳山就是鳳山舊城是做誒啊，鳳山新城是即擺鳳山，所以伊無想要留起哦，伊無想要做留城，就是講，然後阮一開始在寫誒時陣啊，就有人咧講，大家聽較無即兩句有差別無？詩就是差佇即細字誒所在爾吼。鳳山城毋老，甲鳳山城無老，即兩句大家聽起來有感覺佇詩誒意象當中是無共誒。鳳山城無老，甲鳳山城毋老，大家有感覺有差別啦。有感覺搞回應一個，是感覺講，即兩個是咱的台語的語感啦，對，有些話無共嘅，所以我就利用即個物件在講三面老家的代志，我嘛家囥一寡趣味的物件，就是粉椒啊叫聲，粉椒叫聲啊，即我安怎處理即個物件呢？我來放互大家來聽一下吼，放大家聽一下。So just yeah， 鳳山城老家。鳳山城毋老，莊稼關。鳳山新城無新，三明老家毋老。一個啊一個，鳳山古稀的歲月，徛佇台東公園內，腐敗再生，再生腐敗。人講濕地有上老結的生態，新來的老伙仔講鳳山走了傷緊，鳳山的舊要倒位找？在路的老伙仔面一把米，朴實的粉椒啊，圍出一箍一箍的圓，燒焦咧唱，咕咕咕。大家敢有聽出來我用的迄個創意的所在啊？就是迄個一部分，就是講迄個台東公園遐，就足濟時代攏會坐佇個遐，啊，就坐佇遐拄久啊，佇遐迄個佇遐運動啊，有誒無誒吼。啊，我迄時陣我看一下，淹沒到啲嘿，我感覺有一個足趣味的，因在飼粉鳥的時陣啊，粉鳥我就會講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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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啊，我就用嘅，就講啊，就問講，鳳山的舊有一寡人懷舊啊，想要去找鳳山的舊的到，啊，毋過鳳山的城變化足大，啊，我就是用甲只意象攏甲伊摻做伙，啊，我最後都飼粉鳥啊，伊要找舊到底佗位，啊，過在路的老伙仔就講，啊，你著去台東公園遐，啊，台東公園其實伊是一個非常有歷史。對鳳山來講，非常有歷史，200-300年歷史通佇遐講的物件，啊，我去到遐對無？就是講啊，你著面一杯米用啊，粉鳥甲你講咕咕
古，我嘛带少我白目啊，毋过我讲是甲规个文书的物件嘛，拢甲伊掺入去内底得用吼。好，有时间原本我有想要讲，就是讲即个望后东诶，即首代志是即个在讲大树的玉荷包甲日头灯，等下留时间，咱搁下个转来讲即个吼。啊，煞要讲的是落地厝青阿公即首诗，第即届有得奖的作品吼。啊，即届在咧讲啥物？在讲阮大树对无？阮大树真名车算是9个洞，阮隔一个高边溪有一个古铁桥过去，就是屏东的落地厝，啊，未到屏东站大站进前就是落地厝。咱落地厝的一直伊的，就是讲高边溪迄个关埔地顶面，吼，都有一寡，就讲一直伊河床顶面顶都有一个有青嘛石头公。我后尾讲的是一个青阿公的故事。啊，毋过即站啊，落地厝迄边遮对，阮的算阮的对话啦吼，阮的对话落地厝即边遮。即10年吼，定在吵着吵讲高铁到底有要来设站无？啊，逐个除了迄遐就完袂停啊，就讲啥物啊，恁遐无迄个无效益啊，若无啥物人要去啊。啊，毋过阮遮个讲着讲啊，有一寡啥物交通的公平甲正义即件代志，啊，到底有要来屏东市，还是要接走东港，这一直伫遐弯。啊，毋过随伫迄个弯的过程当中，对无？就是在地人其实。就是足前后，包括地可能已经拢拆起来啊，啊，包括在地人，就讲到底迄个无确定感，吼，在地人有一寡足无稳定的感觉，吼，啊，遮个物件对，阮就甲车做背景，规个来用，就是讲，因为阮做文书，阮定定讲开社会人，就是挑倒摆就去到遐，甲石头公、甲青阿公拜拜安尼，吼，啊，伫迄个过程当中，阮就甲遮个物件拢甲伊写入去，写入包括以早即个青阿公的所在，其实就是阮讲的一个渡头。伊就是大树骹道的一个渡头的所在，啊，渡头的所在就有青阿公，因为落渡头了，因会拜拜，所以啊，迄个过程当中，对，即只的变化啦，对，包括佫有古铁桥顶面有做，就是讲有迄个5分仔车在载糖，吼，在载甘蔗，迄时阵，啊嘛包括即马已经做天空步道，吼，头逐个真，就是讲迄个男男女女、男朋友女朋友，当伫顶面安尼行，吼，啊，我就甲遮意象全部拢写入来，写做一首诗，叫做落地厝青啊。我甲这首诗大概就当了解讲，我写作大概是啥物款的。意象吼，啊！这首诗我袂甲伊录做影片的，所以我就先用迄个这首诗，我就只念互大家，我现场来念互大家听吼。来，落地厝，青阿公，装夜关，时间的长底骹的滚架，干那你坐较生筋，如如不动，放前推啊，甲春天，甲秋天。甲倒来倒去，你敢会记得？迄摆啊，歹道动虎穿大开，许多人甲烧烫烫的日头吞落，下淡水溪水冷吱吱，秀色啊，白白啊，雕溪行山坡，倒大树骹道，才有才调。坐踮你骹边，哈一喙仔烧烧的茶米茶。才10000年，小火车崎岖，顺铁枝路，甲酸甲转甜的记忆渡过溪。正做即马生骹的放送机啊，报送的迄句：阿娘生水毋愿嫁，要等大树少年家。你石桌仔顶的糖仔饼。甜甲生到遐，再过10000年，新世纪已经过20年，马400公里外的麦区，弯甲牛拄天，口说声哨来剑剑，踏破天公伯下的保护塔，雷公四那起源家，高速火车，敢好打，就抓。真心要来渡，无采你石桌仔顶的茶，放甲打去。今年热人的香港水四界浪，风台七金风，风叫，但那你放风来，放好去，但那你坐在，记在9月中的甜柑仔草，甲时间的面膜啊。不甲无法度对焦。当季风咻叫，风飞沙，母甲目睭
沙微闪目球，雄雄后面的天空步道顶，甜甜的笑声摇摇撼撼。762米长青的爱情，伫退休的铁基路顶牵条条。敢会要伊迄当的空台稳久去的旧铁桥？同款，你微微啊笑，不动如如，敢若两只在地田园，牵伫你石桌仔顶，哈迄喙新甜的茶米茶。意在一阵顾食好神，头年里过期的糖仔饼。好，感谢。这是迄个就是我写的迄个就是即届调赏的作品哦。你大家来看，其实用这物件在转化啊，阮最后收尾这段就是讲记载一阵顾食好神，头年里过期的糖仔饼。是毋是感觉即内底有足侪，就是讲隐喻的物件伫内底？无毋对，你所想的就是安尼。啊，写的物件就是有伊的歧义性，啊，大家看会有无共款的，可能有无共款的解读，无共款的想法。啊，咱这等下留闲，咱拢会当过来讨论吼。那另外是我最近就是写的一个新的一首诗吼，叫《往来心》。往来心吼，啊，我有甲放伫阮的八丁罐头，我甲阮太太的迄个台语的频道顶面，大家留闲当去敲出吼。啊，即期是咧讲往来心，即咧讲啥物咧讲？咱即张图是甲迄个文凭老师借用的吼。即张图是讲阮的大树遮即马有个动火车头边有一间，即马台湾唯一村的一间嘅往来工厂诶古迹吼。啊，即唯一村的阮即个所在就是叫动火车头，伊拄好是以早大小火车的交接。那大火车就是咱即马讲的纵贯线，就是咱的台铁。啊，小火车就迄时阵的基尾线，就是咱的迄个5分仔车，搁载糖铁的吼。即个搁嘛搁载迄个，就是搁载甘蔗甲糖的即个物件的车。啊，这时代东车时代是倒，伊基本啊，即个讲即间古迹啊，搁包括即个车站，甲阮即个砖头嘛，是一个丢度的时间着。到底要一个快速发展，但是要一个就是讲较慢的，互阮有一个真好的生活，就是讲一个较慢的生活，啊，毋过伊是一个足舒适的生活，即件代志，其伫即个所在不是咧丢度，吼。那毋若是安尼，我就是讲，伫即个过程当中，即个当这是国民政府来的时阵，对无？伊嘛甲即个所在共占起来做眷村的时阵，因着乌白，就是讲，因为因拍算2-3年，就要反攻大陆啊，所以因就凊彩打来。所以内底啊，包括伊就是有寡迄个就是农民伫内底大的时阵，吼，伫迄个过程当中，伫内底就是家己会搭一寡。就是围啦，家己围起来，啊，甲包括搭泰路啊，有诶无就放伫咧内底。啊，迄时阵就是有白色恐怖啊，有诶无就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就迄个时代氛围嘛。啊，大家看即张图，伊顶面才有即个所在，即顶面有一个叫牛肉汤，吼牛眼窗，吼牛肉汤，啊，我就用即个物件，我嘛甲伊放伫咧内底，吼，啊，就写做一首安尼诗。啊，往来罐头就敢若当初是陆港拢会伫遐倒写，就是写往来嘛，吼，啊，做往来罐头。啊，我就甲遮所有物件甲融合做一首诗，叫做《往来心》。吼，我来放即首《往来心》，互大家听一下吼。啊，我放伫即首诗是放伫放伫我诶，就是八丁罐头诶频道内底吼。我点来《往来心》。不对，我这样。毋是遮。就是用对。这个还是。往来心，庄稼關，丢除甲往來工廠牽的，佇時代的雙車路停骹，是坐迄班九腳動大火車，緊，閣緊，閣較緊，向都市行，也是迄班基尾線小火車。山影慢，風聲也閣較慢，向基山，向內山去。工廠甲查某囡仔的青春，放佇鐵罐仔內，目睭睭。
甲实业家的公义搭伫馆仔外，扬互人看。皇太子殿下议事，将其尾正做罐头塔由来的传说，摕倒伫岛南志工标准化的卡本顶面，游客嘻嘻哈哈，敢若要以手体的往内边敢会扬起。时代嘛，甲反攻大陆的爱困叶丸仔放伫工厂内，100年的牛肉汤徛悬悬，内的人几扭动，伊看出，药效近10万一体。往内红尾的刺是果不其中，家己毋妨看透，才甲记伫风甲条条条。你若耐心，你若停骹，若愿伫超过100年的庄仔墙边等炎日过，等冷薄的日头光来拍开，光影影的青春，方尊做往内心。对，这是即阵啊上新的作品吼，对，即阵啊拄啊写的物件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无法多少，我来讲一下结尾吼。就讲就大家会当了解，其实就我的过程，我是先做大树文书，会开始写台语的台文，开始写作品。所以包括我时阵就讲，做文书，我做一寡文书的调查，我写的物件大部分拢是甲故乡、甲文书较有关系吼，我嘛大写者吼。就是包括后来有着咱的大教训的文学奖迄个物件，大部分拢是写大树的物件啦吼。这我的感想拄则有讲过，就讲其实我是足欢喜讲，我即摆已经40几啊，应该算是。就要算用现代来知，毋过我看到即阵仔有介济，就是少年辈的20通岁啊，少年家有得写，其实我是足欢喜的吼。当迄个其实我就介意参加咱文友大家做伙聚会的团体的生来的活动，因为我感觉大家拢伫关伫咧厝写，大家做伙来做伙有机会聚会，做伙讨论，包括伫线顶，包括伫倒位，我拢感觉迄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因为安尼会当大家讨论作品会当学的时阵会听了一寡物件，就有一寡感想，有一寡新的做法。我感觉我写的物件就拢写大树写，阮感觉艰苦、欢喜、感动，佮有细感谢要记录的物件。讲一寡无讲、未快活、未过心的物件，就是我写安尼吼。大概就是这是我即届迄个就是讲感觉最后我感觉要用一首诗，我写一首诗叫《时间的台诗》，我标伫历史刊历史刊顶面。这是咧讲时间的台诗，我是咧就是讲在少年迄时阵，咱拄则有讲到的林宗元前辈过身迄时阵一首纪念诗。咱以这首诗来做我一个结尾，我嘛感觉真好吼。大家就是讲，就是来听最后我一首诗听到顺续来做这个结尾安尼吼，感谢。迄个时间的开始，因为大家对中原生应该拢真了解，所以这首诗应该唔免我佮解释，互大家当小看一下吼。时间的台诗，庄夜关，日子真土直，直长直多，文字怀爸爸，显，怀直直怀，怀直，甲你的现代诗抬甲剩汉字诗，枕头啊夹一支烟，你哪看哪带，雪白的伤痕时不时伫选举发炎，时代北风寒甲咻叫，有人驶尽一时风。顶直直，苦斗阵，船头直直撞入去对头风。进3步，咻，退2步，咻，趁1步嘛好。进3步，咻，退2步，咻，云头啊落落涂骹，你翻头看，寒枝
山山啊大，总也大甲有海岸斑，才知简单变一个心，敢若就有无界限的大海。原来变一个心会使对讲一句罚一箍，到厝来讲就赏500。人讲一步一架子，我讲时间会刣死。时间的台词，其实拄好就讲到有小可讲到咱即届就是规个台语诗的变化吼，就是讲这是就讲即马规个时代变啊，嘛讲到讲咱即马对无就是迄个进前啊，对我内底有讲过一句，就是我刚刚特别甲坑灭，就是讲以早讲一句罚一箍，即马你若讲台语，就会台语家庭会赏500、赏1000安尼，所以就甲即个物件对时代变化即步总行60年。所以就感觉讲，即部的代志对无，就是多一家子60年，所以甲即个物件做伙甲写入去，嘛真符合，这首诗做结尾嘛真符合咱今仔日的主题吼，今仔日的主题。好，安尼我简单分享到这，咱会当做来分享，我上介意甲大家做伙讨论、做伙分享的吼。感谢啊，老师就交互你啊吼，感谢。好，感谢艺官，哇，有够精彩哦！我相信啊吼，大家听艺官讲了以后，你感觉讲，这诗人有影是无共款，对吧？吼，诗人有影无，所以伊嘛真够写文章啦。但是伊的诗啊吼，更较厉害。而且吼，你若听吼，其实我毋知你有感觉到无？艺官的诗内底啊吼，声音感足重的，就是讲啊吼，逐个人的诗，逐个诗人的诗，其实注重的五感的方面无共款，有的是足有画面的，啊，有的是迄个声音足好的，啊，有的是有迄种温度吼，就是懵的啦，懵的。所以艺官可能因为伊本身嘛是有咧耍乐器的关系，伊甲因太太两个人，哇，即个做伙合作啊，唱歌啦，弹乐器啊吼，所以伊的诗内底迄个声音啊吼，特别厉害啊！你毋知大家有感受到啊？尤其是另外吼，就是讲伊迄个诗最后拢会有一寡转折，就是有一寡互深度加深的所在。头前可能咧描写历史啦，描写即个状况啦，但是到最后的时有一寡拢会有一寡互思考的迄个结尾啦，吼，规首诗的迄个角度更较增加呢，吼，这是伊的诗袂厉害的所在啦，所以才会得奖，才会得奖啊咧，吼，所以今仔日听这两个算是较新的世代的文学家啦、文学创作者啦，吼，咱讲文学创作者哦，来分享。我相信啊，大家一定对这个台语文学的未来吼，真有感觉真有愿望啦。就一代接一代哦，一帮接一帮吼。咱讲迄个接力赛有啊吼，迄个一帮接一帮啊，我啊，袂歹安尼吼。尤其是研朴甲艺官，佮拢有读研究所，吼，拢读研究所，所以因对文学理论的部分，吼嘛有清楚安尼，就是讲理论甲创作会当结合安尼，吼，结合，吼，我想这更较无简单啦，吼，更较无简单的咧，吼，精彩。好，数落来啊，吼，咱到12点。也有18分钟啦，吼，18分钟。剩的这个时间呢，吼，咱就要邀请大家啦，吼，共同来讨论，吼，大家毋知有啥物话要讲，吼，啊要分享的，吼，拢会当伫即马这个时间啦，吼，最后这18分钟来讨论安尼，吼，好来，安尼请，吼，有一位迄个张阿豪吼，迄个张阿豪还是张阿歹势，你一直有举手啊，嘿，请你敢有伫线顶？张胜还是张小姐歹势，我名看袂，无啦吼。好，安尼咱就迄个梁光兄，你讲有啥物话要先甲大家分享？我是讲因这个新世代的这个作品哈，我是外行人讲外行话啊。哈，我讲因的迄个，因算讲因迄个作品拢足哩那在地化啦。吼啊，足含家己的感情足搭紧啦，吼啊，所以讲像我这出国足久啊，吼啊，要去了解讲要掠毛啊，啊要掠伊遐在地遐风景吼
要去甲欣赏，佫有小可较困难淡薄啊。毋过虽然是安尼，原来会当按遮诗或遮物件得到一寡吼诗也好，还是散文也好，会当看到因遮对台湾的对本地一种的自尊心、自信心吼，我觉这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啦吼。多谢恁两位。感谢梁光兄啦。其实梁光兄讲到一个重点呢，咱头拄一直咧讲啊吼，世代会无共对无？但是传承到底伫倒位？头拄梁光兄一讲就讲到迄个美感迄个重点啊。台语文学的创作者，不管是倒一个世代啦，相对华语啊、英语来讲啊吼，我是讲伫台湾创作的啦吼，台湾文学内底吼用其他语言创作来讲，伊对即块土地的关心，拢比人较重。伊对即个土地关心拢比人较重，所以就准因关心的主题有变化，因用的手路有无共款，因的想法嘛有无共，但是共同无变的，迄个台语文学的传承到底伫倒位？就是对台湾即块土地的心啦，的爱心。我相信这就是台语诗甲其他语言写的诗上大的无共的所在啦。差不多迄个梁光兄一点就点到重点，所以有传承有变化。安尼才是一帮接一帮嘛，若全部拢新诶，迄就是另外一个代志啊，对吧？所以啊这个就是梁光兄目睭真来啦，目睭真来安尼。好，来说落来，咱有其他诶先辈有志要发言无？想要讲家己诶想法无？咱趁这个难得诶机会来讨论安尼，有无？来请迄个迄个林秋兄林神嘿。我叫阿秋，我住歹势阿秋。歹势嘿。我头仔想讲迄得奖的可能要怎讲，就是有当时对迄得奖的作品啊吼，感觉讲有淡薄仔讲敢有影遐尼赞啦吼。因为有当迄听讲迄得奖迄个迄已经内底已经拢定好站要得啊，头仔无就敢若无啥想要听，佫好就来甲听看觅有影即两位拢分享了真赞啊，甲我头仔想的无共款，有影迄落真有水准品质真赞，佫像讲有讲着杀目鱼啊，阮遮宜兰嘛有咧掠迄杀目鱼仔佫有讲迄一贯，我感觉以前捌听过伊的表演呢，敢迄个声音最熟的感觉因两个得奖无怪因会得奖，毋是迄落讲已经内定好的，甲我想的无共款，真欢喜，真恭喜，好多谢。感谢阿秋姐啊，这讲话就宜兰腔啦吼，佮有啊，真好安尼吼，真好安尼吼，宜兰就是其实啊吼，咱演过拢感觉讲着文学奖的作品啊吼，有诶是咱看无啦吼，有诶是就奇奇怪怪的作品嘛会得奖对吧吼？迄其实伫台语文学较罕你看到济，较罕你看到，迄拢是华语文学啦。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吼是现代主义，你知影？现代主义咧流行就是爱写别人看无诶啦，因华语文坛啦吼，写甲迄文字就是一直拗甲无人看有安尼，感觉安尼就是意境安尼才是水安尼，迄是迄个时代华语文学诶审美观啦。但是台语文学啊吼，台语文学咧就是。伊无共，咱头讲伊是搭建即块土地，对吧吼？所以当然啦，另外一方面来讲，要安怎接近即块土地，就是甲人啊，甲咱台湾人啊，吼，甲台语人啊，吼，爱活嘛，爱活，所以吼，台语诗啊，吼，较罕你出现迄种拢看无的诗啊，拢看，也是拢看无的散文啊，咧拗甲呢就严重的。所以啊，吼，所以这个得奖的台语得奖的吼，你做你拢甲看袂要紧，吼，做你拢甲看，绝对看有啦，吼，怎样？而且你若去详细去看者，每一篇作品啊，吼，背后拢有这种对土地的关心，吼，当然无一定共款面向啦，有当时也是环保啦，吼，有当时也是乌金啦，吼，有当时也是迄个对故乡迄种要水味的迄种情景，就是农村嘛、渔村嘛，都迄个
剩老人甲囡仔吼，啊产业已经开始渐渐无起来，迄种会无彩啊吼，就是拢是安尼啦吼，啊更加无台语文学即马目前为止嘛较无迄种内定的情形啦吼，嘛较无安尼吼，所以才啊，所以有机会好吼，才会得奖的人来分享因的作品嘛是好的，对吧吼？我大家知影因的创作理念安尼吼。感谢阿秋姐啊，好来过来吼，你敢有想最近嘛，拢做有咧创作吼，啊，算讲咱遮年纪有较济话吼，啊，但是创作你还个足强啦吼，啊，所以毋知你到时你伫遐，毋知方便讲诶无？啊，我先你咧准备的，我先问，我去问迄个曾生啦吼，曾老师吼，你讲迄个树种啦吼，我讲迄首诗真感动啦，我嘛是咧想讲。啊！以后来用树种吼，啊，真环保呢吼，啊，佮毋免讲，啊，免佮讲去火种，佮爱了解足侪油安尼吼。啊，我是讲毋知影讲，这伫台湾敢有讲规定讲，啊，你要种淡对时当种淡对时代，啊，你去山林讲你当迄个找一丛迄个樟树安尼，甲囥伫遐，先遐掩一围起来吼。足安尼是足好诶吼，你会当遐一个遐等，那咧开讲安尼，啊，所以你是虾米款诶情形啊？产生这首诗啊？敢真正你真正有咧遮少年呢？你还要足少年呢，就开始有咧想讲哦，要用树种即种诶物件。是。感谢龙哥兄吼，就是伫迄个过程当中，阮甲阮太太，因为阮感情诚好，阮定定拢会开讲。阮有诶时阵暗时啊，拢差不多会安尼坐啊过伫面床边安尼开讲啊过。讲可能我有诶时阵拢会讲半点钟、1点钟，阮即摆拢阁是安尼哦。啊过伫迄个过程当中，阮就会去讨论讲未来诶状况是啊。有诶时阵就讲着讲，因为有诶时阵有阮诶时代过身去，啊过身去，阮就会讨论着遮诶物件。阮嘛会讨论着体壳诶物件，体壳关于阮过身了要去倒位即件代志，啊，树种是阮拢已经讨论好诶啊，啊讨论好了，对我讲我想在讨论树种诶时阵啊，阮迄个师就甲我讲，伊就是想着讲，我有一天比不敢离开，伊就想到老目屎啊咧，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足毋甘诶，所以我迄时阵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其实你之前有甲我讲过啊，讲另外一个世界，甲咱即个世界时间尺度无悬。无共款啊，所以你毋通你家己你爱过一个啊几年啊无我诶生活，互你好好啊去看即个世界，无我甲你拖跋你好啊看即个世界。啊，你若总先离开，我嘛会好好啊伫你无你诶生活当中去看即个世界，看了，啊，咱诚紧就会见面啊。啊，我见面了，我会去甲你讲我即10年、20年，我拄着啥物款诶物件，我会当甲你分享。所以我是用安尼诶角度来写即首诗，啊，用一寡诗诶。手路较甲处理起来，啊，毋过其实我感觉，就像老师所讲的，就是讲，其实所有诗内底，伊拢有一个上核心的创作的理念，啊，理念伫个了，剩的就是包装，所以就是咱用诗的手路去甲，啊，毋过其他伤侪是无重要，因为内底诗的本质较重要，所以包括我在用即首诗的时阵，我嘛有用一寡就是颠覆的，包括我反复叮咛迄个感觉，例如讲迄张青蛙树骹，我就搁颠讲一遍，迄张青蛙树骹。就讲你爱记迄张青蛙树骹，所以我感觉，就像老师所讲，就是用安尼物件在讲遮诶故事。啊，迄就是技术在处理诗诶节奏诶物件。啊，老师讲问对，就是我就因为我感觉咱学白话字一个上好诶技巧，比华语更较好诶，就是咱的记声最好用。咱的记声，所以拄则看到我个牌啊，动佛，迄就是个牌诶声咧，迄个牌诶声，所以我就是讲台语，就是即个就是好处，就是伫咧遮台语就是记声好，所以我感觉我就因为我对声韵较有感觉，所以我就会甲我诗内底放足侪即种迄个台语诶，就是声音类诶魔声诶迄种物件伫内底。嘿，啊，这是阮写即首诗诶一个背景安尼。啊，确实是我感觉迄是一个未来足环保诶物件。啊，其实即马对无台湾诶迄种树种诶园区内底嘛，拢家看甲足清气，其气拢足清幽诶。所以阮是真正正介意安尼环境啦。好，感谢各位好，感谢。迄个地种专心吼，用这专心来做迄个诗名吼，我足漂泊啦，转一下心吼。感觉对即个生死即个物件，就是安转一下心安尼尔，我感觉是真好。地政玉社长啊，吼，南社迄个前社长，伊就是树种啦。
抽中哈。伊过身了，伊就是抽中，伊家己选的，园区嘛伊家己选的，安尼抽中安尼，所以我感觉抽中确实是一个趋势啦。我嘛有想讲，以后咱死嘛来抽中一个。安尼是要请迄个李教授来甲大家分享评论一下安尼。唔敢讲，龙光遐个教授都见，今次节目足好啦吼，感谢恁安排这个节目，两位讲者讲了拢真趣味。对我来讲，头拄仔讲到这个年代的问题，我想我的年岁拄则这个下关的2倍吼，差不多2倍年岁。对这款新的物件，我感觉真趣味。但是对我来讲真远啦，咱无迄个能力吼。但是小可会晓感受，感觉真赞。我感觉安尼就已经对老伙仔来讲袂歹啊吼。这个我对台语我是后进吼，个真后辈。我是这个物理甲乐理的观点看这个台语语言学真趣味啦吼。他拄仔听到这个义官遐咧讲啥呢？讲台东甲台东吼，我伫听台东也是台东，台东也是台东吼。这若照8条来分析真清楚啦吼。这个台东台变台，5条变2条台东。这个台是2条变调变台东。所以台东啊台东，如果他们讲真清楚吼，所以我感觉这个语音啦，小可甲研究一下吼，我感觉对这个正音的传承有效啦。哦，我在听讲你讲台东吼，台东甲台东，台变台，台变台，真有规则，真台语足水的。因为台语遮尔水，台语有8条，所以你头仔讲台语甲中国语的迄个写音的方法，当然咱较强，因为咱有8条。我伫迄个老人有海甲歹，我说着啵啵啵吼，伊的涂骹迄个物件甲头啵啵啵，写得真水，啵啵啵，所以有影真牛，感谢。感谢李教授啦，吼，这个台北腔啦，这真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伊第5条会变第3条，台北安尼吼，哇吼，台北甲台北，伊第5条嘛台嘛，变到底要变台北还是台北安尼，迄台北腔的特色。所以这个讲到李教授讲到这吼，我想到一个前一阵的经验，前一阵吼，这个就是花西帮文珠局做一系列的影片啦，台湾文化影片，内底啊吼。有讲到一项物件叫文章啦，吼，迄个文章啊，吼，就是咱讲有绕境嘛，绕境主要是祈求福气，文章啊，吼，其实是要消灾解厄啦，吼，就是共款是神明出来说安尼啦，吼，因在咧讲吼，这个文章的汉字要安怎写啦，吼，要安怎写，吼，有人讲是温啦，温暖的温，恁伫网络找啊吼，上侪人是用温暖的温啦，吼，讲叫温蒸嘛，因为拢会放炮啊啦，吼，烧金纸啊，所以就温暖嘛，吼，温蒸啊，吼，上侪人遐，但是吼，因为书店无收啦，所以因来问我嘛，我就去问一寡民俗的人啦，吼，问到最后，吼，大家拢讲法拢无共，有诶讲是迄个魂啦，吼，写迄个魂，迄个天顶的魂，有人讲人魂、亦魂，迄个魂啦，吼，就是天顶的魂无号字头的，有人讲是温暖的温啥，有人讲是交文的文啦，吼，有4种写法，讲法迄种民俗专家咧，吼，最后问到一个台北人啦，吼，伊讲阮自细汉拢讲文章啦，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咯。文章，安尼就表示伊的本调是第5条，毋是第1条。因为台北腔的第1条未变第3条，是第5条会变第3条，对吧？所以迄个温暖的温的，迄拢无可能啊啦，迄就是一定是文，迄个第5条安尼来讲，所以最后就解决这个问题安尼。所以吼，李教授讲到这个足重要的美感啦，台语来就是腔口的无共啊吼，所以变调无共，这嘛是咱咧判断讲啊吼，伊这就是台语是到底是安怎？这个词到底是啥物个重要的禁忌安尼？感谢这个李教授啦。好，这个台语变调吼是文化真趣味。我要请教一点，咱讲院长，咱讲变院长啦。有啦，迄嘛是参考啦。
原本我就是讲啊吼，院长讲院长是华语的影响啦，吼，对，咱拢定来讲是因为华语叫院长嘛，吼，所以是华语的影响。但是到尾啊，阮实际上去做迄个调查啦，尤其是安伟正教授伫电影调查做上济啦，台语的伊有出几6本大本的册，就是台湾各地口音的调查。啊，真正有的所在本地，迄毋是华语影响，迄本地就有咧讲院长啦，吼，所以迄可能是。地方的腔口差啦，但是我必须要安尼讲啦，若是迄是较老辈啦，本地有咧讲台语的，就是地方腔口差啦。啊，若少年辈啊吼，佮较有可能是华语的影响着啦，伊就是袂晓讲安尼啦。感谢，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咱是毋是请梁光兄过来甲大家因为最后剩1分钟嘛，咱是毋是请梁光兄来小解讲咱后礼拜还是后续的节目的安排，好无？好。你麦克无开，梁光兄。咱后礼拜又带了回来出节目哈，因要邀请京南书院，京南书院是伫北加州哈，大部分是一寡新一代的台湾留学生，而遐因成立的一个社团虽然是拢咧做台语文安尼，因有伫第3届的即个世界台湾文化奖得着奖哈，所以。算做讲，这是文化奖的得奖人的分享会系列第二遍安尼吼，所以共这个时间嘛共这个网址啦咱后礼拜再会咱大家咱拍扑来感谢咱主持人咱2位主讲者真精彩的分享。多谢。嘛感谢梁光兄的吼，梁光兄，感谢来参与的大家吼，大众今仔日的会议就到这，真准时咧，咱准时开始嘛，准时结束安尼吼。感谢大家后届再会，台语吼，大家做伙来拼啦吼，台语一定有新的真好的未来安尼吼，感谢大家，感谢。